Kevin 做咩咁神秘啊？今日有咩任務啊？冇逼我講啦，你真係想知 ？Boss 話想飲咖啡啊！想飲咖啡，使唔使咁神秘啊？住得灣仔半山，有咩咖啡店好多啦，兩隻手數唔晒喎。住半山咁正嘅咩？落街就有咖啡飲，咁真係要好好介紹俾大家知啊！咁我今日帶大家去飲咖啡啦。首先我帶你嚟呢間依排好多網紅嘅打卡店 Coffee Candy 先啦。好啊，真係唔使去畫廊啊！依間由香港首位女咖啡師冠軍 Penny Pan 主理嘅咖啡店，佢門口嘅藝術裝置又大又靚，真係靚到令人企喺門口都會懷疑，究竟係應該影相先啦，定入去點餐先好呢？ Enjoy Cafe and Coffee 淺藍白色店鋪設計，以木係店面，弧形落地玻璃設計，充滿特色，俾人一種小清新嘅感覺，非常吸睛。Latte Cafe 成間店鋪以溫柔嘅奶油色，門口嘅戶外座都係打卡嘅熱點，幫你嘅週末加上天然法式濾鏡。Gary Kwok Flowers and Cafe 店鋪到處擺滿花草植物，打卡一流。店鋪一邊係花店同埋工作室，供客人購買鮮花、盆栽同埋精品；另一面係咖啡店，提供多款花主題飲品同埋輕食料理。Uluwu 創意 2D 手繪藝術餐廳，以黑白漫畫風設計聞名，行入去就好似行入二次元。睇嚟住半山真係好煩惱喎，每日都要諗去邊度飲咖啡好。正確啦，呢個就係住灣仔半山嘅生活儀式感啦。用一杯咖啡嘅距離量度理想人生嘅半徑。如果想享受呢種儀式感，可以預約我哋中半山嘅團隊去睇啲優質嘅樓盤啦。